會有的。哎，您是不是要回房休息了？哎，請。何锦溪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啊。聊会儿天吧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这么早结婚。还有，刚开始我对你没什么好感，真的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，你是个好女孩。所以，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。但是毕竟我们結婚了，我们以後還要生活在一起，所以我想，我們還是從男女朋友開始做起吧。你說呢？時間不早了，早點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你新買了一个包啊？对啊 ，LV 的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大牌子哪有不好看的？多少钱買的？男朋友送的。要是我自己买啊，我可舍不得。顾总，啊，顾总好。走。不過這段時間我發現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，就像我奶奶說的一樣，你是個好女孩。我想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從男女朋友做起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在我回去之前，